从今天开始，凡是我道家的弟子，都要刻苦修炼，绝不能再让黑风寨的妖孽胡作非为。是，师父。师兄，你身体初愈，不宜太过操劳，还是好好休息吧。是啊，是啊，我得抓紧时间参悟宁氏族谱，早一点找到神剑的奥秘，才能消灭这些祸害人间的妖孽。逸轩，在。扶我去书房。是。师傅，慢一点。回禀主人，近日江湖上风波不断，妖界和人界不时有人前往与血魔接触。依我看，很有可能是血魔不甘失败，挖空心思召集那些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企图抵抗黑风寨对他们的统治。我看他就是想东山再起。消息可靠吗？绝对可靠，请主人放心。我已经在他们来的路上设下了埋伏，并且阻杀一些前来聚集的人。不过，投奔血魔的人不是少数，我奋力阻杀。可是他们的队伍还在不断的扩大。主人，如果我们不及时剿灭，恐怕我们的后果不堪设想。血魔和那群废物不足以威胁到我们黑风寨的根基。你的谨慎有点多余吧？主人，我觉得……放心吧，那些散兵游勇不足为患。不过，你的担心也很有道理。你和陶晋费费心，适当的时候安排些人手对付他们就是了。现在黑风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找到轩辕神剑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。小千，是主人。找神剑的事情不能再拖延了。回禀主人，小仙正在安排寻剑事宜。你放心，过不了多久，神剑就可以献给主人了。哼，过不了多久是什么时候啊？聂小倩，主人让你找神剑，已经找了2个多月了，你毫无进展。我看你完全不知神剑的下落，来这儿糊弄主人吧。好了，各自回去做自己的事情。恭送主人。少主，少主，少主。姐姐，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。以后你千万不要再冒险给我送东西了，万一被人发现，就糟糕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小环，短期内姐姐未必有时间来看你了。姐姐，你……现在黑风已经等不及，一而再的催我去找轩辕剑，我看我也拖延不了多久了。小环，你孤身一人在此，如果我不在了，你要小心啊，知道吗？姐姐，你该不会是又想着跟黑风老妖一个人死拼吧？才不是呢，你想多了。是吗？最好是我多想了。我们聂家如今就只剩下你跟我2个人，要活，咱们得一起活。但是如果聂家该当此大劫，我聂小环绝不苟且偷生，死也要跟姐姐你死在一块儿。小环，姐，你要答应我，还没到最后绝望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让黑风老妖识破了你的心机。我们聂家已经牺牲了那么多人，不就是为了报仇雪恨的那一天吗？我知道。姐，如果有需要，你一定要来找我，咱们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小环，你长大了，你终于懂事了。
姐，对不起，要我懂事，你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，真的对不起。小环，我得走了。小环，你要小心你的行踪。现在黑风寨处于敏感时期，虽然他们嘴上不承认，其实早就草木皆兵了。你千万不要被他们发现了，知道吗？那我先走了。姐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好。小环。啊，陶静阁，你不是来抓我回黑风寨的吧？当然不是，小环。难道我陶静在你心目中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吗？可是，谢谢你，陶静阁。我留在这里，只是因为舍不得你。你们，只是主人现在对小环可能还有些误会。我的行踪暂且不方便告诉他。陶静阁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先替我隐瞒？傻丫头，对我，为什么还要说谎呢？啊！刚才你和小倩说的，我都听到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。这个我相信。就算是为了姐姐，你也一定不会出卖我们的。不只为了小倩，现在我更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那天晚上的事情，我都还记得。小环，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，你现在是我的人，我有责任保护你、照顾你、关心你。凡是对你不利的事情，我都不会去做。你，小环，陶静阁，那天根本不代表什么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只不过大家都喝多了，你完全不必负责任的。小环，陶静阁，你走吧，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没有见过我，也没有听到我跟姐姐的对话，你还是回到之前对我的态度就好。不是，是离我越远越好。我跟姐姐注定是要跟黑风性命相搏，你是他的弟子，我不希望你夹在中间为难。陶静阁，老实说，我都不知道我跟姐姐还有没有命斗得过黑风。但是如果我们注定是失败的，你又何苦为了我们得罪主人，自毁大好的前途呢？我们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而已。我小环在你的生命里注定只是不起眼的配角，就如同草叶上的露珠，太阳升起了，我们的缘分也就走到尽头了。忘了我吧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小环，我要是忘不掉，那该怎么办？呀，书呆子啊！哎，这不是我们的新郎官吗？怎么有空跑到这里来找我们了？不是，不怕那个兔子精知道了，让你回去跪算盘啊？哎呀，雨生姑娘，你就别开我玩笑了。道长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先别急，你慢慢说吧。小倩不是杀死我娘亲的凶手。什么？她和我娘的死毫无关系。之前我也是听信了谗言，才误会了小倩，所以说，才会有小倩现在这个样子。道长，以你和小倩的关系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
帮我想想办法，怎么样才能挽救我们的感情？喂，宁采臣，你现在才知道小倩是被冤枉的呀？我早就说了，你呀，你脑子就是进水了。没错，进水了。当初我们找到你府上，好家伙，这苦口婆心劝你，你根本不听啊！哎呀，都是我不好。宁采臣呐，宁采臣，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想当初人家小妾去找你，苦苦的求你，可是你呢，连给人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。没错，是谁跟我们说，我和小妾注定无缘，抵不过人妖殊途的天命？就算我冤枉了小妾，那也是命中注定。谁说的？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再说他了。你看现在宁公子都落到这步田地了，你们就不要再数落他了。燕道长，是我冤枉了小倩，理应受到惩罚。可是，想必你也知道，我和小倩是有感情的，我爱小倩。麻烦你们，道长、前辈、玉生姑娘，求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，我怎么样才能挽救我们的感情？怎么样让小倩回到我的身边？求求你们！一切皆为天命。宁公子，既然事已至此，我劝你，还是顺应天意吧。道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听不出来啊？人家燕大侠、燕道长在给你画胡呢。哎呀，你别给他画胡，他笨，直接跟他说。道长，这……其实，你和小倩在3000年前有过一段夙缘。啊？当时你是宁族部落的首领，小倩是你的恋人。不过当时她还没有修炼成正果，虚有人心，所以你们只能相爱，而不能成亲。小倩她一直追随着你，而我是小倩的引渡人，所以顺理成章的成为你们俩的保护者。在圆圆部落中，宁族战胜了很多残暴的部族，在你的领导下，宁族变得日益强大，成为众部落之首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有很多人向你来提亲，你最终选择的是月容姑娘。啊？怎么会这个样子？那小倩呢？小倩只有带着悲伤离开了你，但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宁族遭遇一场天大的浩劫，被那些别具野心的部落联合攻击。在那场战役中，小倩为了赶回来救你，牺牲了。燕道长，是我害死小倩的吗？是，小倩不应该回去救你，不然她早就修成正果，不需要受尽6道轮回之苦。宁公子，我求你放手吧，就让小倩修炼成仙。可是道长，你也知道，我爱小倩，我真的离不开她。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，怎么样才能让她回到我的身边？求求你帮我劝劝她好吗？求求你了。宁公子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人世间的孽缘，就像历史不断的重复。你跟小倩注定是一个悲剧。既然是个悲剧，为什么还要不断重演呢？喂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大木头，我是这么觉得，既然人家宁采臣他已经知道错了，那你就别再拿你那个梦吓唬他了。咱们不管他以前是什么历史天意，只要他们两个今生今世能够轰轰烈烈的爱一场，我觉得那就够了。所以咱们帮帮他，成全他们两个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鬼，你呀在打自己的鬼主意。你究竟明不明白啊？他们两个是人妖殊途，本来就不容于天地，这孽缘已经纠缠了1000年了。即使在一起，也是悲剧收场。今生是这样，每一世都会是这样。与其要他们更加痛苦，还不如就此打住呢。喂，打什么住啊？哼，那我问你，宁采臣和聂小倩他们是孽缘，好，那他跟杜月笙呢？你不要忘记了，杜月笙他可是兔子精啊。难道宁采臣和杜月笙在一起就不是人妖殊途了吗？你蛮不讲理呀！那个，我觉得这个小雨说的比较对，你赶紧解释一下。道长，正如你所说，
既然我和小倩已经纠缠千年，屡屡失望，可是今生我们还能再次牵手，那证明我们两个没有放弃对方。你就忍心拆散我们吗？宁公子，你别再冥顽不灵了好吗？道长，我是冥顽不灵，但是我也相信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没有什么命运改变不了。既然你不帮我，那好，我就凭我自己的力量，去把小倩找回来。唉，想想这两个人也挺可怜的，真心相爱，真心的呀。牛鼻子，能帮就帮一下吧。师傅，用不着跟他说了。哼，他呀，根本就不想让人家聂小倩回到宁采臣身边。哼，我就知道，你呢是巴不得他们两个天各一方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就算聂小倩她不跟宁采臣在一起，她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你还是趁早死了这份心吧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哼，你问心无愧，我看你明明就是心虚。大木头，你敢做不敢当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瞧不起你。哼！前辈，你看他，我也瞧不起你。哼！如果没有估计错误的话，轩辕神剑应该就藏身于石林的古祭坛周围。哦，因为当初我和宁采臣回到千年前时，曾在那里见过一个奇怪的图腾。后来我在宁采臣身上的玉牌上看见了同样的图案，由此可以更加确定，藏剑之处跟古祭坛肯定脱不了干系。只不过面积如此的大，寻找起来毕竟会惊动三界之人。小倩希望有个周全的方案。小倩，如今的三界不是完全在我黑风的掌握之中吗？你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小心和顾忌。最重要的是要确认神剑的所在位置。你找好人马，立即出发就是了。本尊相信，以黑风寨现在的威名，方圆100里，绝不会有任何鼠辈敢来捣乱的。这可以了，去吧。属下遵命。参见主人。你马上去准备，跟随聂小倩去石林古祭坛寻找轩辕神剑。跟随聂小倩？名义上是聂小倩做统帅，但实际上我是要你去监视聂小倩。如果发现她有异常的行动，马上回来向我汇报。是，属下明白。
进哥，陶进哥，还给我！谁允许你来的？小环，滚！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滚回你的黑风寨去！听见没有？我不想再见到你，你给我滚！小环，你为什么要急着撵我走？难道你心里就从来没有想过我吗？没有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谁会闲着没事去想你？滚！好，好，好，没想就没想。那你听我说几句心里话总可以吧？不听不听，我不想听。叶小环，你今天不听也得听。你我之间从那天晚上起，就注定分不开了。我陶静什么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叶小环，你这辈子休想离开我。那我姐姐呢？你不是一直都对她死心塌地吗？难道都是假的？我曾经以为我和小倩是天生一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她终究会回到我身边。为了这个傻念头，我做了许多的错事，也失去了原本属于我真正的快乐。经历了这么多伤心难过的事情，我终于体会到，带给我幸福和快乐感觉的人，不是小倩，而是你。小环，你不在意我的出身，不在意我的地位，甚至不在意我从来没有善待过你，你还是全心全意、无欲无求地帮助我、照顾我、爱惜我。够了！你不要再说了。小环，你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你以为我聂小环是你身边的一条狗吗？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陶瑾，我告诉你，如今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。你听清楚了，我早就不稀罕你的爱了。小环，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，你心里明明还是有我的。事到如今，难道你还要用这些花言巧语来欺骗我吗？我错了一次，不想再错第二次。你的苦都是我给的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补偿你好不好？你不要忘了，你们黑风寨杀了我们聂家满门，我跟你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，我恨不得杀了黑风寨所有的人，又怎么可能和你在一起呢？不要做梦了。好啊，那就用我陶静的鲜血来祭奠你的母亲和舅舅。你动手吧。能死在你的剑下，我无怨无悔，心甘情愿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就算死，我也不会离开你。你现在有两条路：第一，杀了我；二，跟我在一起。陶瑾，你是吃定我下不了手是吗？好，你不走算了，我走。小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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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等我。
小环，不要！经历了这么多伤心难过的事情，我终于体会到，带给我幸福和快乐感觉的人，不是小倩，而是你。小环，希望你能接受我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抓紧了！陶静哥，推高一点。好，哎，哇！再来一个，哎，哇！哇！哎呀！哇！小环啊，有没有想过我们将来啊？将来，我只要天天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满足了。其实我还是比较怀念跟你姐姐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小村庄，那里的人淳朴、单纯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没有尔虞我诈。我告诉你，我在那边还学会了种地、养鸡，我还会哄小孩呢。真的？我不相信，你是在哄我开心吧？没有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不如我们去那个地方，作为我们终身栖息的地方，怎么样？那怎么行呢？你是黑风寨的少主，有远大的前途在等着你啊！算了吧，陶静哥，你不用再为我牺牲什么，我只要在背后默默地做你的女人就可以了。小环，以前我不懂，现在我全懂了。什么浮华，什么权力，都只是过眼云烟，我不在乎，也不稀罕。只要能和相爱的人在一起，比什么都重要，比什么都开心。小环，我会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。你相信我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马上离开这里。答应我，去过我们隐士而居的生活。告诉店主，这里面被我们黑风寨包了。是，姥姥。店小二，哎，嘿，小倩姑娘，小的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，给你准备了上好的酒菜和房间，你这边请。你这边坐。这些菜都是专门给你做的，你要是还有什么需要吩咐的，就招呼一声。穿山甲，想不到你还挺会拍马屁的，辛苦了，我们吃吧。小倩姑娘还真会享受啊，什么事儿都不用管，却好酒好菜的先吃上了。有树姥姥在，小倩当然轻松自在了。不是有句俗话说，能者多劳吗？
来是宁采臣。宁采臣，你太闲了是吧？居然耍这样无聊的把戏。小倩，我要不这么做的话，你怎么肯来见我？事到如今，你我早就恩断义绝，有什么好见的？小倩，小倩，求求你原谅我好吗？小欢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怀疑你，不应该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放开你的手。原谅我，小倩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以为你装作可怜，说几句好听的话，就能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吗？宁采臣，你别再幼稚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对你的心早就已经在你刺我一剑的时候碎了。小倩此生绝对不会忘了那一刻。啊，小倩，小倩，小倩，你原谅我吧。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，我知道你怨我恨我，但是我更相信你对我是有感情的，不然的话你不会这么难过。我们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，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，好吗？求求你原谅我。放开我！我不放。你放开！放开！我不放！我不放！放开我！我不放！放开我！不放！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不会放开的。我不放！我不放！真不错，我太高兴了。这小白脸还真是有本事，他一路跟踪布了这么一个局，没一会儿就搂上了。你看，哎，师傅啊，这话说回来，还是师傅的脑瓜子灵活，想的比较周到。你看这烟花放的多浪漫呀！哎，大木头，是不是很浪漫？快说浪漫，快说浪漫！小倩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一群疯子！你们三个多大了？还跟着宁采臣胡闹！我小倩，其实我们也是出于好意。好意？好意？你们是存心来看我的笑话的吧？燕道长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在玄真观里帮你的师兄做些所谓的正经事吗？你在这儿掺和什么呀？小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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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！哎呀，你们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！站住！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？宁采臣呐，你要搞清楚，我们都在帮你呀，帮助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拜托你啊，前辈，如果没有你们这么帮忙的话，小倩可能早就原谅我了。你，哎呀，小倩，小倩，这个书呆子。薛某大哥，兄弟我这次前来是铁了心跟随大哥共同对抗黑风老妖的，日后有何差遣，兄弟我万死不辞。好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黑风老妖做下的孽，迟早我们让他加倍偿还。大哥，最新战报说，黑风老妖他已经派出人马去找轩辕神剑了。真的，大哥，轩辕神剑万万不能落入黑风老妖的手中。这轩辕神剑一旦落入黑风之手，3界将会成为地狱魔窟，我们也就再也没有翻身之力了。哎呦！都怪你，都怪你！看不清楚就谎报军情，这下好了吧？害得我们里外不是人，
谁让你把我眼睛蒙上的？人家眼睛本来就小，看东西也看不清，你还蒙上，你太缺德了吧？要怪就怪某个人，他的眼睛大得像个灯笼，他也看不清，怪他。怪我？喂，不怪你啊！你还怪别人？反正都怨你啊！真是的，出那个馊主意，什么嘛，非得要去跟踪宁采臣去看热闹。好了，这下好了，你惹恼人家了吧？哼，害得我们也挨骂，真是好心办坏事。自从这个牛鼻子闯进了我们的生活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他做什么都是对的。我在你的心中，远远没有以前那么高大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奇怪，小倩怎么会说着说着，说到师兄头上呢？君如磐石，妾如蒲苇，间谍君妾，神剑横出。师兄，师弟有事请教。哦，坐。什么事？师兄，是这样的，方才我和聂前辈为了宁采臣去找聂小倩，没想到找到小倩之后，他却说我们无聊碍事，还说此时此刻应该和师兄你一起做些有意义的事。哦，我想了半天，都没想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，所以特地前来找师兄指点迷津。嗨，这是那个小狐狸信口雌黄，你何必当真呢？可是，我怎么觉得小倩跟师兄好像存在什么秘密呢？哼哼，师弟，休得胡说！让开！我师父是不会见你的。赤眉道长，赤眉道长，废话呀！让开！让开！血魔大哥，师父，赤眉道长，三界即将大乱，难道你还要闭门不出吗？赤眉道长，我的密探来报，黑风老妖已经开始行动，他已经派出人马寻找轩辕神剑了。事态紧急，迫在眉睫，你我必须出手阻拦。我已经备齐各路人马，只等道长一声号令。贫道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妖界纷争与玄真观无关，无关。你恕贫道失礼，我们不想卷入其中。血魔，请回吧。赤眉道长，你枉费了我血魔对你的仰慕和敬重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的虚伪冷漠。玄真观一向打着斩妖除魔、维护正义的旗帜，为什么到了生死关头却畏缩不前？请问，这跟那些贪生怕死的无名鼠辈有何区别？血魔大哥，我再问一遍，赤眉道长，你是出山还是不出山？恕难从命。好，堂堂玄真观，见死不救，枉为人界翘楚，叫人吃寒心了。但愿道长能够独善其身，不然等到黑风老妖得到了轩辕剑，掌控了三界，那个时候你再想与其对峙，恐怕孤掌难鸣，回天无力了。师兄，逸轩，在，替为师送死血魔。是，不必了。既然赤眉道长决定了闭门不出，我血魔绝不强人所难。你们人界胆小怕事，我们妖界不怕。我自会与那些同心同德的兄弟与黑风老妖誓死一拼。如果血魔还有命在，定会回来与道长相见。告辞。我玄真观处事如何，自有天理公道可见，用不着你来教训我，你也不用把大帽子往我头上扣。既然你有抵御黑风寨的本事，尽管去使，我玄真观绝不嫉贤妒能。哼！
血魔大哥，这，哎呀，人家这才叫真性情呢，大英雄，血魔大哥，好样的。哼，哎，我就纳闷了，同样是七尺男儿，为什么你们玄真观这些道士这么冷血无情啊？